贊比亞嘅利文斯通係該國著名嘅旅遊之都，有讓人驚嘆嘅維多利亞瀑布，亦都係多林一家三口嘅屋企啊。僅靠丈夫做教師嘅薪水，生活並不富庶。然而喺2022年，多林同埋佢丈夫談論奉獻比例之後呢，決定喺歸還11以外，再將10%嘅收入獻上作為奉獻。呢個係表示佢哋堅信上帝供應嘅大膽決定啦。喺冇幾耐之後，政府宣布招聘教師計劃。喺失業超過2年嘅多林即刻申請。經過數月嘅等待，令佢驚喜嘅係喺國家報紙公示嘅取錄名單上有佢嘅名啊！有啲教友亦都遞交咗申請，不過佢係落選啦。咁而好多人就因此而就好奇多林，你係點解能夠成功噶？你係咪喺政府裏邊識得人，靠關係上位啊？多林佢就謙卑咁解釋話，佢同佢丈夫確信係上帝回應佢哋嘅忠心啊！信心嘅飛躍令人卻步，亦都好冒險，但係上帝嘅應許永不落空。佢喺馬拉基書3章10節挑戰我哋話，喺歸還屬於佢嘅嘢，亦即係11同埋固定百分比嘅奉獻嘅時候，要信靠佢。當我哋歸還11同埋承諾奉獻，即係定期同有系統嘅奉獻嘅時候，願我哋將自己嘅慾望放喺最後，而將上帝放在第一位。